終於俾我揾到啦！喺珠海主城區香洲區呢邊咧，有個名溪花園，隔離咧就係太古里商業街，5分鐘嘅時間啊，就可以去到三毛會員店同埋奧園廣場兩大商業體，20分鐘嘅時間咧，可以去到港北口岸同埋珠海廣州大橋。而且咧，我哋後花園就係香山湖公園啊！我哋依家去三毛會員店咧食下嘢，走。屋企幾百米嘅位置就有大型嘅 Supermart 印象城。同埋我哋身後嘅三毛會員店入邊嘅衣食住行樣樣齊全，同埋細路仔玩嘅都係應有盡有嘅。咁我哋依家入去行下商場先，一定要有三毛會員。咁我哋依家入去三毛。Hello， 依家我哋喺三毛商場嘅負二層，我哋一共咧有2層嘅。負二層咧就主要係賣翻我哋嘅新鮮肉菜嗰啲嘅，咁1樓咧就係我哋嘅生活用品嗰啲嘅，有2層嘅。免費試食咧就係呢1層嘅啦。咁我哋再去行下，嚟三毛咧一定要買呢隻燒雞，39蚊一隻啊，好抵食啊，又好食又靚。帶住一家人過嚟呢邊行下商場，仲有免費嘅試食。我哋依家排緊隊。小區咧現樓發售，即買即入住，一共咧有5棟嘅全住宅，同埋1棟全季酒店。樓下咧全部都係商業街。咁我哋依家賣緊嘅4棟、5棟嘅戶型咧，有69嘅2房單位、89嘅3房單位，同埋101嘅4房單位。依家即刻跟住我哋嘅鏡頭上去樓上睇下實體樓。首期兩個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01平方大皇廳設計，上樓達到100%嘅4房2廳2衛嘅單位啦。咁咧，依家我哋展示下。咁靚嘅地段，咁好嘅戶型，如果你中意呢個樓盤呢，評論區留言私信我啊，我係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